1655年7月19号，拜一。这个讲道影真情况也无转变就是个影个足大历史有时啊有沙沙啊雨透南风，天气炎热，要暗啊强风对东南方继续透来继续吹来，并且落雨，安尼连续规暝。7月20，海水甲即个港道影真大上午透东南风，中昼看见一只荷兰船出现伫北平礁石区的迄个尖端的附近无久就航往海上去，可能是看到讲迄一角位啊海影伤大，所以就航往偏湖去咯。暗时啊又搁咧落雨，并且对南方吹来强风。7月21号，拜五。现在风甲海水拢开始平静落来，天气炎热，透南风。上午伫即个市镇的市政府即个大街头前，即个市镇会对注解讲是就是台湾市镇，又搁称作热兰亚市镇，伫即嘛台南安平。讲伫即个市镇的市政府大街头前台阶宣读一道禁令，我来查一台阶代表是要安怎讲？来对应的有岩啊，岩啊，岩啊，坎啊，卡拉，克拉，行站，落楼梯，这是下台阶打银。岩甲坎这我听过啦岩啊坎啊一岩我查一下台语读书GAN 第二声，岩两岩一岩一岩。坎阶段石坎，悬架坎好，所以咱来读上午伫即个市镇的市政府岩仔头前迄是坎仔头前宣读一道禁令，即道禁令宣读了后，也提起所有咧打广告的所在来打，就是任何一个新仔人伫暗时9点以后，若无摕到点倒的
即个灯吼，都毋准到街仔路顶头行过6间厝的距离。哦，规定啊，遮尔详细吼。就伊若无举灯啦吼，暗时9点以后无举灯，袂使行超过即段6间厝的距离啊吼。一间厝的看面看，咱算5米4米，5米可能有较长一撮，5米到4米啊吼。6间厝30公尺啦，算安尼啦吼，袂使行超过遮尔远个。毋过，若是因几个人互相相倚，同齐咧行路，会使敢若大家举一支灯就会使吼。算举一支灯，大家就会使同齐行啦。啊，你若无举灯，袂使吼。违反者罚款1厘。如果任何一个新仔人伫上述的时间以后，若无举着点倒的灯来到面向即个城堡的市镇上头前的厝，将会罚款3厘。即个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告簿。为虾米会今仔日出即条呢？毋知啦吼，可能是惊佫造反啦吼，我哩晓啦吼。咱因为到呾受到各种阻碍，特别是被恶劣的天气所造成的海象，甲即个港道，即几工以来极大的即个影吼，直到延前了要开始准备派第一帮船去日本的准备工作吼，直到即个工作被延前啦吼。因为有遮尔侪工吼，奇怪为虾米我今仔日去读，佫感觉声调佫读毋对。延前，对吼，延前吼，本条延啦吼。因为有足侪工咧，船只袂当出港，也袂当入港吼，甚至变做迄阵霹雳干号也袂当出港。若无该船是进行即个准备工作真适当的工区，现在应该已经将即个派船运河的工作完成。此外，阮也真想要知影讲，昨昏看见伫个北平交石区迄个尖端遐所出现的迄只荷兰船是对一只船，因此今仔日租用5只新仔人的篷船，装落坡要载去平湖交予阿内姆伊顿号吼，并且伫遐呢对该快艇载荷转来遮。即寡篷船当中的一只，现在已经装好落坡，准备明仔载起先出航。其他4只将会改动迄只加入船，载着上识上有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先生，尽量较紧来倒咧出航。7月22号拜四。安尼吼。为什么7月21号拜5，7月22号变拜4？写毋对啦，7月21号应该拜3的款。良好打扫的天气，早起平静，天气炎热，中昼凉风对西南风吹来。昨昏所讲的迄只篷船，就趁着风出航，并且炸着一张批要送去予伫遐的船只的主管。佩尼甲因讲，因为恶劣的天气要载荷去交予阿内姆伊顿号的工作受到阻碍。不过现在阮全力设法来载荷过去，
因也爱即个一些火速啦吼，因也爱紧来批甲阮讲吼，看有几只船吼，已经来到遐了吼。是对倒位来吼？迄寡船若有会当伫咧水深10尺到11尺的所在航行的吼，都应该尽量较紧派来迄个台湾南边停船的所在停船。若是有大船来到遐，就爱派该船的下设商务员早批来台湾遮。伫即只篷船顶，阁有派有14个荷兰人，其中10个人是要交互安尼每顿号。三队呢，要对该快艇甲留伫该船顶的12个士兵载转来台湾遮。今仔早起，领港员 St. Peters 黄文报告讲，伊测量了即个港道，发现讲海水退流以后，即个港道水深敢若7尺尔，港边的深度是6尺，因为即个港道用大吼，水顶下有水咧顶下咧渗啦吼，上深的所在是10尺，大涌的时阵11尺。伫即个涌遮尔大的情况之下，霹雳根号无可能出港。即个报告互阮感觉真奇怪。伫官国下也毋肯相信，因此伊国下又搁派即个领港员，该同水手长奥克含迄只霹雳根号的船长甲大副，搁再去确实测量即个港道，以便来测出确实的水深。因分做2组，每一只舢板坐2个人，分别落去测量。即寡人伫咧要划中岛的时阵，转来遮，拢以口动声来宣称，就是拢讲共款讲，因真友来测量即个港道，就是测啊真有路啊吼，测啊真足吼，发现讲伫咧即个港道的出口的所在，大涌的时阵水深不过8尺吼，即互阮大惊吓吼，真正是应该趁即个良好的天气，甲停伫咧即个港道内便对船霹雳根号，甲伊带出港外，伫遐搁较适合装落坡含糖去交互阿里姆顿号。对即个想法，因即寡人嘛认为讲，现在还阁有机会利用大涌过去以前的即个时间。以前的即个时机，甲迄只便对船带出港外，即个大涌爱搁10天到12天才会过去。伫咧即个期间，即个港道因为平静良好的天气以及强大的海流，无定抑阁会冲开吼，阁加深啦，加较深的。毋过这也袂当确定。要派船去日本的代志是必须要进行。为此，阮必须要运用阮手头会当用到的方法。阮将会按照今仔日议会决议，租用2只篷船，再落坡去到阿里姆顿号，派迄只加入船 Sword Vast 号，再趟甲落坡去到即只快艇。安尼也会当进行装货的代志，也会当来争取时间。上前请参阅决议录。三岛反是，就是讲，要对迄边来载货转来遮，大家嘛，你商议讲，若是便对船霹雳根号出港以后，随当要港外为该船来装货，随要派去日本，以免耽误着时间。安尼是毋是对公司搁较有利用呢？迄只加入船 Sword Vast 号含迄2只租用的新仔人的篷船呢，来遮靠岸。这2只篷船呢，已经装满落坡。迄只加入船也已经装了落坡甲糖，因将会伫明仔载该动另外2只载落坡的篷船，同齐出航前往澎湖。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做30个查甫人，再有下日的货物3355斤鹿仔肉，2530斤咸鱼，1532斤蚵仔，75斤虾仔，850斤福尔摩沙的丁，450斤沙鱼油，600斤糖水11道馍，7月23拜5。早起便对船霹雳根号去停伫咧航道上，互另外迄2只新仔人的篷船来装落坡。
这两只胖船就伫咧中岛该当昨昏所讲的迄两只胖船，以及加入好斯瓦特 Voss 号同齐用篷出港，航往澎湖。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顺势到位，并且互工作会当如意来进行。上述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也同船去遐，像旧年地方官 Frederick Skidel 先生安尼，以代表的身份去遐指挥一切，并且按照伊的指令下达各种需要的命令，并且派下设商务员 Eichmann 先生去协助伊。上述迄寡胖船顶除了新仔人船员以外，拢配有荷兰人的士兵，以防万一，以防损失。上午并将密封对三方车来，下午有数十辆风对三方车来。阮对一只来自澎湖的胖船收到快艇，William 号甲 Swarton Bull 号的主管的来批。数据是本个月21号对批，你知影讲，同一日有一只大船去到迄个乌岩礁岛。下对注考写吼，乌岩礁岛是指澎湖本岛东边海上的查某士甲查某士。查者，我看一下地图，澎湖有这两粒岛。哦，看到啊。Saha Island 甲 Sabo Island、Sabo Islets， 我的地图是标英文的，足奇怪。明明其他地名标中文，为什么这只标一个英文呢？哦，这是两粒看起来是无人住的岛啦吼。我咧看相片，好，这个足奇怪，嘛无讲奇怪啦，而且 SABO Islet 应该是 island 的意思吼 ，SABO 是 Sabo 嘛吼 ，Sabo， 但是 Sabo 是查某人岛，啊，另外一个是 SAH 沙下都无法度看出是查甫还是查某，应该是拄则这下对是查某，按顶头这个沙下应该就是查甫了吼。可能是因为无人住的岛，所以从来毋捌听过吼。我要来看安怎查。我用。澎湖，查某岛，查某士啦吼，我看即嘛是叫做查某士，是台湾澎湖县上东边的岛屿，有时会当看到钓鱼的吼，无人岛啦吼。
好，无啥物好小解好了，歪去看了。为什么读对遮来？哦，好，阮对一只对平湖内胖船秀的快艇 Villain 和甲Swarton Bull 和主管的来批，司机是本9月21号对这张批知影讲共一天，有一只大船去到迄个乌岩石岛附近吼。我讲乌岩石岛应该是查甫岛、查某树啦吼，附近。距离陆地约1毫里的所在，照因的想法，迄只大船是 Anquison 号。即几工伫平湖也是恶劣的天气，毋过因拢无遭受到任何损失。详情请参阅即寡批信。今仔日有13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73个查甫人甲31个查某人，再来89捆的粗纸，602个铁花，86担盐，27罐三酒，326包新仔薰草，118箱面膜啊，20箱锡纸膜啊，2815德币，20袋空间布，12袋小绿豆裤，61捆稻罐，2罐老酒，17支条啊，80领草尺，40捆木棒，40支油纸线，2篮的地米，1袋的茴香，甲2袋天鹅绒，还佫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到遮，坐23个查甫人，再来3篮的鸡。暗时啊，还佫对西方吹来舒适的凉风。7月24号礼拜六。真水、真晴朗的天气，如同昨昏透西北风。即个港岛也是相向足浅的，有7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此地港内，坐66个查甫人甲15个妇人人，再来60捆的粗纸，1750稻米，180捆的稻罐，10包的空间布，12袋小绿豆裤，甲2罐的老酒。中华国下伫福尔摩沙议会的辅考之下，对即寡货物中，为公司收买了1000袋的米，其中800袋，每一袋支付54仙；其他200袋，每一袋支付57仙。即寡米再来到拄啊好，因为阮会当用来援助即嘛当伫饥荒中的淡水甲鸡人的原住民。7月25礼拜日，也是良好打扫炎热的天气，风平静对西北风吹来，中昼有8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81个查甫甲26个妇人人，再来河门如下。136担盐，602个铁花，326包新仔薰草，29捆粗纸，27罐三酒，1805稻米，10包空间布，118箱新仔人的面膜啊，20箱锡纸的膜啊，4袋 Nicaraguan 布，是啥物布啊 ？Nicaraguan 布是一种朴色的布。12支条啊，230捆的稻罐，240捆的茶棒，2篮的地米，3袋新仔的天鹅绒，20担米加1担茴香。即寡胖船当中的一只，伫咧夜间，伫福尔摩沙甲平湖中间的航道上，看见一只小船咧漂流，发现迄是一只光南的小船，内面满是光南人。也有几个妇人人甲囡仔，因已经无米，也无其他的粮食，因拢已经因为枵饿衰弱不堪因为枵饿来衰弱不堪，因为已经几若工拢无食到物件，因此即只胖船顶的新仔人，互迄寡人一寡食的物件了后，决定讲要甲即寡人和因的船自作主张，同齐拖来遮。现在也已经来到遮，就是拖来到台湾遮啦
现在已经来到台湾，并且来到长官阁下面头前。阮即寡人就是经由学习商务员比利的翻译，知影讲因总共有23个人，约伫咧三礼拜前，航离开广南沿海，要去约略索河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庄头，和迄下居民来交换一寡切仔。但是到了海上了后，因就被即个对南方吹来的暴风飘走去。地到无法度航回陆上，只好任由风甲强大的潮流，放互伊漂流就对了吼。一直到最后，拄着即只帆船，因拢已经绝望了吼，因为因伫咧即个战流的即个季节是无法度转去吼。所以最后拄着即只帆船，就司命甲因的为难吼，用书面甲迄个新仔人讲，因的文字和中文差别无介侪，阮着将即寡邀饿的人对船顶带去迄间落泪的房屋里，互因米甲鱼通食。如上述，因有23个人，就是7个查甫人、6个妇人人甲10个囡仔。下晡讲到了后，阁有一只细只高野船对平湖来到遮，对迄只大船 New Enthusiasm 号载的牧师 Petrus Mush 和下设商务员 Frederick Stadenhoff 来，因也早来巴达比亚总督府因阁下的一张批，并且报告讲因坐即只大船伫咧顶个月6月19号航离开巴达比亚，捌伫咧澳门岛附近遭遇着暴风，不过该船无损害。本个月20号，因捌看见即个热兰亚城堡，因为因来到即个北平交石区附近哦，过当日去平湖的庙园南平一毫里的所在，1毫里半的所在啦吼，来拍定停船。该船希望讲无偌久，就会当对遐去迄个通常的停船的所在，和其他的船只停做伙。还佫有一位牧师名叫做 Johannes Campius， 也留伫上述迄只大船顶面。该船载来货物总计才是145,976.4毫吨。含阮对迄张一般的书信所看到的肖像，也佫有一只轻型的快艇和一只细只扁船船，就是本柜最后要派来的船只，将会军队前来取缔。无论任何理由，即只大船 New Enthusiasm 号拢不得对平湖调来取缔的停船的所在，调来台湾的吼，不准的吼，也必须爱互迄只船留踮咧遐，直到北方季节的最后时期，才会当派迄只船再趟转去巴达比亚。今仔这篇较长一撮啦。对东京出航的迄只帆船 Zealandia 号也未去到巴达比亚，可能是遭遇到意外，因为通常要派船载货去东京的时间已经真逼近，因此因阁下就派迄只快艇Fleetwood 号载7627秒银去互遐的商馆，命令因歹势，我的目镜这个煞落去，我甲倒去。倒去。好。
我11月后个月中的时阵要去出差啦先互大家知影，所以我对11月9号到11月15号拢无伫厝里，应该嘛是袂当，可能无介方便所以当时咱就休困一礼拜。因为为什么想到这？因为我想到我若出差这目镜若出问题，代志大条。好，大家倒位啊？我是读到倒位，读到啥袂记？拄则是读到讲，即寡胖船当中的一只，伫夜间伫佛罗摩萨甲偏湖中间的航道上，看见一只小船伫漂流，发现迄是一只光蓝的小船，内面满满是光蓝人，也有几个富人人甲囡仔，因已经无米，也无其他粮食，因拢已经因为腰饿来衰弱不堪，因为已经规工拢无食物件，因此即寡胖船顶的新仔人。互迄寡人一寡物件食了后，决定要甲即寡人含因的船自作主张当作拖来台湾食。现在也已经来到台湾，并且来到长官阁下面头前。阮对即寡人经由下设上有缘俾力的翻译知影讲因总共有23个人，约伫3礼拜进前航离开广南沿海。要去约数号里以外另外一个村庄，含遐啊居民交换一寡切啊。但是到海上了后，因就被对南方出来北方来飘走，直到无法度航回去陆上，只好任由风甲强大的海流来漂流，一直到最后拄着即只胖船因拢已经绝望了因为因伫即个气囊季节是无法度转去一直到最后，拄着即只胖船，用书面甲因的为难因的遭遇的即个艰难甲迄寡新仔人讲因为因的文字甲中文差别无介大我看无是。甲因拖来是新仔人，即嘛是好不管阮就将即寡夭饿的人对船顶带去迄间路里的厝里，互因就是路里大的即个厝啦互因米甲鱼通食。如上述，因有23个人，就是7个查甫、6个查某甲10个囡仔。下晡讲到了，阁有一只细只高野船对偏湖来到遮，对迄只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载牧师 Petrus Muschke 和下设上务员 Frederick Stadinghoff 来。即只大船载一个牧师甲一个下设上务员来等下看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叫做。Petrus Muschke 是阿姆斯特丹人，伊伫咧荷兰做团队的时阵，就军队牧师 Junius 学习佛罗摩萨的语言伫荷兰伊就已经开始咧学佛罗摩萨的话应该是学即个希腊雅我理解。1654年9月14号，成做牧师，并且被派往台湾。伊坐 New Andreessen 号，伫1655年6月31号到台湾，就是即一天嘛但是即天7月25无久就被派去智罗山。
后来伫胡宝人担任牧师，1661年被郑成功下令斩首。咱郑成功的各种恶行咱以后绝对会看到啦，这是其中一个尔啦。算一个伫荷兰时阵就已经决定要来佛罗摩萨传道的一个传道人伫1661年被郑成功下令斩首这个下晡讲到了我定读下晡讲到了，一只细只高野船对平湖来到遮，对迄只大只船叫做 New Andreessen 号，载牧师 Petrus 穆克含茶室商务员来，奇怪下对注卡讲伊6月啥物对一天就来台湾6月底来台湾。但是咱即马看伊，即马是7月25，用即只大船才载来因也早来，另外伊嘛早来巴达维亚总督府国下的一场批嘛，所以即只大船是对巴达维亚来嘛。毋知是顶头即个记载毋对，还是下底记载毋对并且报告讲，因坐即只大船伫中国月6月19号航离巴达维亚。捌伫澳门岛附近遭遇着暴风，不过该船无损害。本个月20号，因捌看见即个热兰亚城堡，因为因来到即个北平交石区的附近，过当日去平湖的庙园南平1号里半的所在拍定停船。该船希望无偌久就会当对遐去迄个通常的停船的所在，和其他的船只停做伙。还佫有一个牧师名叫做 Johannes Campius， 来一对看卖。注卡第5个讲 Johannes Campius 伫荷兰的时阵，就和 Moose 就拄则迄个 Musk， 迄就是讲抬头的迄个伊即个 Johannes Campius 伫荷兰的时阵，就和 Moose 同齐和即个牧师 Junius 学习佛罗摩萨语言。1654年9月14号，由 Junius 封伊做牧师。1655年6月，坐 New Andreessen 号。明明即只船就今仔日才到7月几号？7月25才到实在是看无。好，1655年6月，坐 New Andreessen 号。我看嘛，即只船 New Andreessen， 顶头是 Andreessen， 下底是写 Andreessen， 应该是同一只船type， 毋知对一字拍毋对1655年6月，坐 New Andreessen 号到台湾，11月派去莅临做牧师，12月17号就伫遐就过身11月派去，12月就过身所以这两位伫荷兰都已经立志讲要来佛罗摩萨，要来台湾遮传道的两个牧师，一个较早就过身，一个叫用抬头。好，咱继续读咧讲即个叫做还佫有一位牧师名叫做 Johannes Campius， 留伫咧上水迄只大船顶头。该船载来货物总计才是149,276毫吨，和阮对迄张一般批信所看到的相像。还佫有一只轻型的快艇，甲一只细只皮螺船，伫本季最后要派来的船只，将会军的舰来取缔。无论任何的理由，这只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拢不得对平湖调来取缔。的停船的所在，也必须互该船留踮咧遐，一直到北方季节最后时期，才会当派该船载船转去巴达维亚。对东京出航的迄只篷船宜兰迪亚号，也未去到巴达维亚，可能是遭遇意外咯因为通常要派船载货去遐的时间。载荷去东京的时间拢已经逼近了，因此因国下就派迄只快艇，
Villiers 号载7627两银去互遐的上管，命令因爱用即个资金去买一寡要载转去荷兰的西部，并且命令即只快艇伫本柜的柜末啦吼，航来台湾遮。即只快艇将会真适应伫为 New Entrisson 号来落货。要拍去日本的船只呢，还有快艇 Angelier 号和另外一只较细只的船吼，将会载去可观的货物，会受到欢迎的商品，而且呢，伫董事会命令之下，已经指派商务员 De Goyer 和 Kaiser 做属性就是做大使吼，要载贵重的礼物去伫西那的广州，对遐去北京迄个大韩遐大韩啦吼，大韩遐 Gluten Chan 董事会命令派两个商务员吼，咱来看伊对主卡，一个叫做 De Goyer， 一个叫 Kaiser。第六 ，Peter De Goyer 是1637年伫安稳担任商务员，1646年升任上级商务员，并且担任一支派往菲律宾的舰队的司令官。1648年伫 Sumatra 工作，然后就前往暹罗去工作。1655年7月14号，和 Jacob Kaiser 同齐被派做侍臣前往西那。苏集团伫1657年3月31号转来到巴达维亚，以后伊去出岛担任商馆的馆长。1662年伫遐过身。另外第7个注卡是 Kaiser 做属性，我看第7注卡写啥？参员和快艇 Cookcan 号甲 Blue Monday 号的指令巴达维亚，1655年7月13号。VOC 879号363页到365页，请参阅。拢参阅一寡伊个物件，我搁读啊吼。第8个注卡是迄个大韩吼。第8个我看写啥？大韩迪坎自1606年就已经统一西那北部的满洲人，已经大韩了吼。但是才讲，其实这是满洲人。自1616年南来扩张势力，伫 VOC 的记载里称作大汗吼 ，Decrocham，称作大汗的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伫1644年，以10号的这个囡仔吼，算10号囡仔登基西那的皇帝宝座。今仔日最后一段，对亲爱的祖国已经来到巴达维亚的船只，有一只坐老船员的大船，和8只坐新船员的大船，还佫有13只大船，将会载着价值10吨的黄金的资金，坐5000个查甫军岛前来，这将是极大的阵容，详情请参阅该函。夜间有强风对北方吹来，再来7月26拜一，北风愈来愈强，现在非常强烈，继续咧吹吼，这个透这个北风了吼。空中大麻乌云，天气阴冷，海水真大现。虽然如此，也阁是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经过极大的危险来到此地，
做71个查甫人甲9个妇人人，再来47担盐、206包鲜奶薰草、5捆的粗纸、15支条仔、280稻米、14篮粗大的杯仔、40捆的棒、28罐盐生过的奶汁，下底有注脚讲嘛？奶汁讲盐生的奶汁可能是糖生的奶汁的变误哦。甲一担梨仔，后2只芳船对片湖来到遮，做24个查甫载喙石仔来。中岛风已经完全变成北风了，并且安尼来连续规工，含搁再来的暗暝吼。中有业着真大雨吼，倾盆大雨啦，倾盆大雨，白翻啊吼。迄只趴定停伫港内迄只霹雳根号，因为伫夜间被飘去迄个市场的后面，但是无受到损害。无久以后又搁转来，又搁转去停伫水道的中。7月27号拜二，早起风向多变，对北风变做西风，又搁西风变做南风，不过无像初西风，无像透西风的时阵遐尼强烈啦吼。有时还搁落大雨，你是即个乌阴，即个台湾的港岛被即个巨变的风吹甲影非常的大吼。7月28号拜三，乌阴平静的天气，对南方吹来微风，即个港岛应邀是真大。今仔日有一个新仔人船主对假夜来处地甲阮讲，本9月26号，伊的篷船伫迄个暴风雨当中，被迄个对北方透来暴风飘去假夜附近吼，因为海上迄个强风巨影来造难，沉落去水底。这是迄个新仔人船主假夜来遮讲的吼，讲伊的篷船沉咧水底啦吼。船顶所坐的47个人，还佫有16个人失踪。即只篷船载有800稻米，其中有约700稻米漂流到岸边，以拯救温泉再来处地。此事阮也温存伊，无可怀疑，即个损失将会互即寡可怜的人痛苦不已。7月29拜四，微风对西北风吹来，天气真好。即个港岛已经相当的平静，但是因为港岛水无够深吼，便对船霹雳根号无法度出港，除非是甲该船顶的即个糖落一批落来，一直落到该便对船会当出港，因此就派迄只领工船去外靠即只便对船去甲迄寡糖甲落来，再来陆上。今仔日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47个查甫人，再有9207斤龙仔肉，290斤咸鱼，120斤沙鱼油，1350斤糖水，140斤虾啊，2050斤蚵仔，2500斤福尔摩沙丁，38道芝麻啊啦吼，1131个油饼。啥物叫油饼？油饼。20担的麻，15担的鹿腿，10刀的小绿豆蔻。7月30号拜五。同款的风甲天气，又搁对霹雳根号落一只领工船所载的糖的装载量的糖吼，一只领工船会当装载量的糖。其他的糖留伫船顶，也应当会当互该船伫明仔载出港咯。派去平湖的迄只租用的篷船当中，有2只今仔日转来遮，对快艇安尼姆顿号载荷转来。迄只加入船斯沃特瓦斯号也转来，但是停伫即个港岛头前。牧师坎比尔斯以及伊的家属，以及牧师穆斯奇。穆斯奇就是叫阿拉向抬头迄个吼，以及牧师穆斯奇的爷母，拢对上水迄只加入船坐一只舢板，伫个下晡来遮上岸。
真可怜哦。这个穆斯奇伊个有娶某来吼。那穆斯奇向抬头因某吼，我看是原来是。当然，迄当阵查某人敢若袂抬头啦，查某人一般拢是，当然是下场足凄惨的吼。之前讲迄寡夭寿啊吼。即只船也早来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yden 先生写互阮的一张批，阮对即张批知影讲，做军对北方头来迄阵北方是互即寡篷船含迄只加速船袂当对遐搁较早出航的原因吼。迄阵北方伫迄边也相当的强烈。即只加速船对大船 New Entrance 号载22个士兵来互阮，其中包括着因诶，叫啥 ？Ian Spasat 是啥物件？Lance Spasat 讲是下级军官，比下士 Corporal 加一阶吼，较加一个阶层吼。就是讲即个加速船啊吼，对于迄只大船 New Entrance 号载22个士兵，互阮其中有一个即个军官吼，下级军官。迄只 Swarton 布号所载来士兵以及公司的努力，后一道将会载来处队。上述所有船只载去遐的货物，拢装入去迄只安尼姆伊顿号了后，即只快艇就约略装满一半咯。因迄边需要一批用来转装护照的桌仔，因将会适当安排一切，以便安尼姆伊顿号会当尽量较紧出航前往日本。上次迄只快艇的船长叫做 Cornelius Lucifer， 请求对处队送去一个 Basans Road， 这嘛啥物件吼？一根粗布，一桶就是即个 Cornelius Lucifer 即个船长啦，快艇的船长要求台湾遮送去即寡物件吼。Basans Road 啊，粗布啊，然后是一桶的即个点仔胶，一批茶，半打的蜡，一寡黄麻刀啊，甲30领大草尺。伊的内批无啥物重要内容，大部分是甲其他内批相像。上述到处队迄寡篷船，伫咧即个中间来甲因落好，暗时啊真平静。要暗啊，迄个伫7月8号迄天记载官员叫做贝爷，来到即个城堡里看来见长官阁下。伊阁下礼貌来示行，将咱讲即个人是来治病的啦吼，将会伫明仔载启程转去先啊。虽然伊还未完全治疗好势，根据伊所讲，伊袂当离开遐伤久，伊袂当离开遐搁较久啊吼。伊也对伫台湾遮所受到关怀款待真客气来表示感谢。阮对翻译员何斌也知影讲，迄个新仔人大官国姓啊，命令人拆毁了几座城堡，总计是11座。理由是因为讲，原来即寡城堡无法度来抵挡即个塔坦人的攻击。三道柄就是讲，三队伊嘛有建造几座，伊认为搁较有效的即个要塞。就像伫咧安海港口的即个白沙吼，遐建造了一个要塞，要用来维护迄个沿岸的安全。又搁讲塔坦的有6000人落来，塔坦约略有6000人落来，当中有60个骑兵，捌来到真瓦克安海所在来侦探吼，随即奔回吼。到达双方拢还未发动攻击。7月31号拜六，
早起试咧要互边队船霹雳根号来出港，但是因为平静无风，该船不得不伫咧半途中趴定停伫咧即个港内。伫即个中间，迄只加入船 Swartwas 号和几啊三板船，三板，几只三板拢入港来挖靠占桥。三队呢，昨昏对平湖转来，迄两只篷船又搁装满落坡咯。避风对西北方吹来，真热而且平静的天气。福尔摩沙议会考虑上好伫咧边队船霹雳根号出港以后。随要用即只加入船、和领港船以及几只篷船载荷出去装船，装满了后，就要直接对此地派往日本，然后用上述即寡船只，甲要载去日本的货物，也对此地载去平湖港快艇阿雷姆伊顿号。奇怪，我拄则读的。已经10点半。好，来，这边读线了，休困哈。福尔摩沙议会考虑讲，最上好是伫边队船霹雳根号出港了后，随用即只加入船、甲领港船以及几只篷船载荷出去装满了后，就要直接对此地派往日本，然后再用上述即寡船只，甲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对此地载去平湖港快艇阿雷姆伊顿号。要互该快艇也当尽量较紧来出航前往日本，此事将会伫明仔载派一只篷船寄批去平湖甲因讲。有1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69个打波，载有13捆的粗纸，250个铁蛙，770袋米9袋的小肉豆蔻，2篮的茴香，3000袋遐。三队呢有即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5个打波人，载有900斤的福尔摩沙艇。好，去个读线吼，咱今日拜一哦，今日拜一说免啊休困哦，后一回再来对8个开始读起吼。我偷偷小看者8个，好8个嘛是逐工拢有记吼，所以8个我若。即拢读袂紧啊，一工有时啊拢落长啊咧吼。好，看有啥物笔记无？应该无啊，我今仔无啥物好通记吼。好，多谢贵邦。
巴哈写的，真正的作曲家是 Christian Petzold， 一位与巴哈同时期的作曲家。而这首曲子被收录在巴哈送给妻子的笔记本里。这本笔记本就像是巴哈家庭的音乐收藏集，里面有巴哈与儿子们的曲子，还有当时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而这首小步舞曲，因为巴哈的妻子安娜把它抄进了笔记本里，被后人误认为是巴哈的作品。到现在，大家还是会习惯叫这首巴哈小步舞曲。古典音乐一点都不无聊。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趣的小故事，或是参加音乐会想听懂曲子，避免睡着。音乐家的无聊人生，许巍老师与学子合作的最新课程《乐谱上的革命》。课程除了讲解乐曲背后的故事，还会带你从乐谱的角度理解曲子，搭配课程丰富的动画，系统化带你走过巴洛克、古典、浪漫、现代时期，领略各时代的音乐精髓。从听过无数次，走向终于懂得一次，详细内容都在内文，快去看！我的专辑中，龙拱后，想着你的面容，想着你的笑容。Presta atenção, vê se você consegue descobrir o segredo. Olha lá. Tampou, guri. Bem. Ah. De novo. E repara, olha os carros ali atrás, ó. You can't trust everybody, but you can trust the New World Public Library. 这可能是我玩过最我要问一下台湾人，为什么台铁、高铁、月台都没有闸门？捷运已经有闸门很多年了，是比较不在乎安全吗？我在台湾去3年，我记得。3条的 ASM 啊，ASM 哦，最近的白噪音啦，为着要大家了解 ASM 啊，即马大家目睭照下者，拢 KK， 目睭 KK， 目睭拢 KK， 吼，就讲你即马伫洗衫店内底。对人来讲，这是好困的 ASM 啊，但是对我来讲呢，是紧张甲惊啊！因为啊，洗衫机人咧拍，我都咧烦恼，一拍唔知会洗体色无，会洗歹，我爱赔钱咧啊！哦，我紧张到一边去啊，这都唔是我的 ASM 啊，是我的 PTSD， 是人客吼，我调到噪音器的人生变故。即马平心看起来就焦虑诶，到底？ Welcome back to part 2 of me making the mini barrel mug. 어떻게 한 거야?
you should know before visiting Japan. The word is onegaishimasu. Onegaishimasu. It means please. That's so important. Please, onegaishimasu. For example, you go to a convenience store. It's your first time going into Japanese convenience store. You're hyped up. You have a basket. You're like, oh, I want this sushi. I want this onigiri. I want this sandwich. I want this snack. You're putting so many things in your basket. You have a lot. When you're going to the register and putting that basket on that table, don't just put it on there. Say, onegaishimasu. Please do this for me. Onegaishimasu. And the register lady or man or whatever that worker i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be like, oh, hi, and they're gonna ask you, レジ袋はいりますか? レジ袋はいりますか? Don't panic. It means, would you like a bag? In Japan, most likely it's gonna be, they're gonna charge you for a bag. So just remember that, and you're gonna say, if you want a bag, you're gonna say, お願いします. Please, I would like a bag. Perfect, amazing. Another example. You want a picture? 丹麦正式向格陵兰数千名妇女和女孩致歉，承认曾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强制在他们体内植入避孕装置。丹麦政府在1966年至1975年。收惊嘛算是咱台湾一项上特别欺负囡仔的方式。唔知大家拢有发现无？迄收惊的所在拢是伫咧巷仔内底的家厝啊。恁敢有想过是安怎吗？因为伫咧巷仔内底欺负囡仔较无人知啦。啊，若负责收惊的吼，百面拢是一个阿婆，伊拢摕3张香哦，啊一支喙安尼哭哭念。啊，我大概拢足斟酌要甲听看卖，到底是咧念啥物？啊，毋过我拢听无啊，所以我目睭就豆豆起落来。啊，我嘛阁叫是讲迄阿嬷真贤哦，伊哪收我哪乖。其实是因为伊的迄香熏到我目睭爬袂紧，好无？结果啊，阿婆啊，我落目睭毋是，等下，大家拢莫紧张，我嘛莫紧张。结果阿婆，哎呦，动关啦！吼，伊平均哦差不多35秒至40秒就笑一届。哦，啊，当然中途有半届，迄个就是咧讲毋对，佮捌过的。我感觉真好笑。我落目睭毋是，等下，大家拢莫紧张，我嘛莫紧张。结果阿婆，伊这就是反应真紧。伊甲迄个飞机化作专机。这是人类至今都还没有破解的空间穿越术。纸上有一个比银元还小的洞，在不破坏这张纸的情况下，让银元穿过这个洞。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银元都是穿不过去的。正当你绝望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接下来，我们只要把这张纸对折下来，再往左对折，斜着往右对折，然后从中间把这张纸打开。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空间。最后，我们再把银元放到这张纸里面，银元就可以很轻松地穿出来了。而且打开这张纸仍然完好无损，真的是太神奇了。